嘉义县一场艺术下乡的活动，邀请一个时代甲囡仔照传统西丁迎宾的步数，一步一步到半身。伫咧庙埕伴歌戏，热闹气氛是袂输真正生命色。囡仔扮身伫戏台顶压糖啊，边仔佫有摆音，起鼓进前佫有西丁，闹热的气氛那亲像是新明生。嘉义县文化基金会伫大拿举办艺术下乡，完整呈现庙前艺术。我们是按照传统的文化，然后一步一步，然后迎宾、施政迎宾，然后能够搂住邀请歌戏，咱大家流程咱都有来做到，然后能够南管北管，然后把这个环境剧场做起来。因自阮细汉到大汉咯，这种舞台一定足少的啊，今仔佫看到，感觉足稀奇的。为着这届的演出，社区的时代甲学校的学生做伙组一团50人的歌戏班，经过连续3个月的训练，毋但伫庙口搬戏，佫利用现代剧的方式演出环境剧情。很紧张，但是很开心。发现那一边的话，我觉得大家表现都不错。嘛希望因带动讲吼，未来的少年人吼，对这个庙的文化吼，传统的文化会当佫继续来延续。古早庙埕有庄头的信仰，嘛是文化传播的中心。嘉义县文化基金会指出，透过活动，互囡仔入捌故乡，找到文化的自信。所以这届演出，毋但是一项课程，一个活动，嘛希望是地方文艺复兴的开始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